这情况。所以那断了生机，所以这边人有是爱拢是有的。可见人生的责任甲任务是无法推诿甲解脱。可见人生的责任甲任务是无法度通推卸，无法度通叫人替咱做，无法度叫人替咱做啊！尤其对修养的功夫，更无法用人代替。尤其修德这方面呢，绝对无法度人叫人甲咱代替。这款话，会当互咱启发，会当互咱启发。如果能一直实践，如果咱来当接受这个启发，一直来实践这个工作，自然会收到一身又新的功效，自然会收到一身又新的这个功效。你看迄个空课，大学统计发明法，过一身一身作修理，咱就爱统计发明法，过一身一身作修理，空行相通空行，伊呢出伫伊个特色内面，一身又一身作修理。我今仔日会写这个身躯号第2千字。我的心毋知要写，这还是姊妹，咱来想办法来启发咱家己唤起假如不能做到这4点，那就点有的确停顿，搁推着倒转来。咱若这4点无做，咱的的甲合就停顿。善恶就不分，停顿落来。咱就善恶无法度通分，无法度了解。到迄时阵，不但空自由生，就连天下间的父母嘛会感觉由生。到迄个时阵，不但空自然有，连天下间的父母嘛会感觉由生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咱家己爱振作，咱家己本爱过一身一身又一身。作新的，做一个新的老百姓，做一个新的人，真正是重要。毋通互咱老爸老母干那烦恼讲咱无得收。咱毋是讲阮老爸老母规空去特别忧郁咩？伊假使伫地狱，或者伫人间，或者是天堂，伊也可会甲咱忧郁。姊妹。空性人才令咱忧虑，就是不修学是不干，文语不能述，不善不能解，是无有也。只爱无看忧心，毋过伊遮忧心，伊家己有作振作的无？家己作振作。伊甲讲，自其厌机，第4章，自其厌机，心心如也。心心如也，夭夭如也，夭夭如也。随时讲有心、有国、有社会、有天下，有兄弟姊妹，可是伊有不在病中即手中有病号，伊逐日看足开，感觉足轻松。为了天下间的众生，为到处行道。伊嘛感觉足轻松，有兄弟姊妹振作，心心如也，夭夭如也。心心如也，就那亲像咱拍一个鱼咧春轮安尼，拍一个鱼咧春轮安尼，感觉足轻松咧。伊的容貌，伊的面色，感觉足好演的，这种书是孔子，咧讲伊平日生活的态度，咱有来安尼。虽是安尼，毋过咱要尽真理入道，所以咱的前人者，咱的剑兰师，咱的前人，咱的先儒，拢叫咱爱入道。修道一定爱入道。孔子是圣人，其心自然是坦荡荡。孔子是圣人啊，所以伊的心自然
拢是真坦白，真轻松。所以伊平日呢，含无私事，所以伊平日呢有含无代志的时阵，心亲像天体安尼旋转不息，心亲像天体安尼咧运作安尼，为众生的成就，为众生的成就，没有丝毫停滞，无停困。伊逐日就提醒，这众生要安怎么逃窜去，带转去咧，袂伊就想办法。念就亲像太虚的空空洞洞，亲像太虚安尼，真空空洞洞，没有丝毫的私欲贪念。伊无为了伊个人的财产、个人的荣耀、个人的官位来这私欲来个贪。成有中，言有为，伊平常就是讲成有中，也言有为，心性定中，形态表现伫外口，太和之气笼罩伫心性，太和的这个气场，伫个心甲心来抗调的，甲无事胡思乱想的人，真有天降之变。伊叫咱无相像，咱若无事，一下拢学袂像。真正啊，无事咱拢学袂像。除了咧看册以外，无事咱学袂像。所以咱若用，就参考经典，也莫学袂相当详细。所以孔子有一种的气象，完全将中和的特性自然出发。孔子即款的想法，即款的外省到。内省甲外王这个功夫呢，完全得到了中和的特性，自然的发出。所以，咱修养性情的时候，必须将内在心性上到功夫。所以，智慧咱大家讲得到，有道学道拢一段期间，咱平常一定爱将内在的心性来用功，变化咱的气质，唔通亲像气饼甲咱枯掉咧，物欲甲咱蒙蔽，这是咱一款足歹的气质。来到遮一定要想办法来转变，涵养义理，来涵养咱真正的正义甲真正的天理，性情不能偏倚。咱的性甲情绝对袂使偏差一边，不怪咧，气腔自然中正和平。咱若不怪咧，是咱的气腔自然中正和平啊。是孔子极可爱可敬处，是孔子可爱甲可敬处的，乐是人间是人生的平等。乐是人生的平等，知足常乐。伊着家己拢知足啊，遐尼姊妹，咱若要知足，咱拢有法度。你甲想，咱拢有法度。咱钱无晓食三顿，我拢食啦。无啦，我着看讲有迄个，有迄人去讲遐一句，济，我甲问讲安尼有错无？伊讲无啦，说一点仔王大就好啊。伊讲我讲你平常开迄你摕来开，到政府一个月3、4千，我都迄着渐渐开去，讲遐就渐渐开。你安怎食？伊讲我一早仔都食一粒馒头就好啦。伊会知影讲食一粒馒头，伊豆呢？伊豆我有当时也会食。你盐呢？盐当食怎么面呢？我讲安尼你用心心地做好。也无免怎样，我嘛无法度，伊讲无免怎样。所以咱若知足就上乐，真正知足就上乐啦。一日开几若万，迄不错咧报啊，一碗面几若万，人就咧食，阮一个朋友，毋知用啥买互大家食，食你这，你也无去买啥互我食，我爱就去买，讲去迄饭店买，煮一碗面。就讲一碗面讲2500啦，一碗面2500，
煮顿个太太讲唔敢食，讲好，我咧讲假，你搁真正去买哦？伊讲啊，你搁咧讲，我著去买一碗互你食。我唔敢食，伊讲好啊，你唔食，我著叫阮孙仔请食一碗。讲是你安尼讲，我当唔食，啊无我无能食。啊，就即嘛，即食啊清有分寸，食啊清有分寸。哦，一顿过来请两个伫食，哦，规万的人拢在食，啊一顿像我咧讲，食一碗汤，食一碗面嘛在食，哦，身体好是了紧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哦，注意变机心清楚了，了解无了，啊，咱我同安尼讲，学，透过了学，咱唔我懂，过来做完，祝我虽我心意。心意無衰，救義，救義，我不修夢見周公，我不修夢見周公。多辦的，多講辦的出來，聖人的煩惱，聖人的煩惱。哦，我安尼甲想，我講即陣咧甲想，有可能孔子當時還未開孔子的時陣，在辦道的時陣。時常望見周公，哦，伊甲食老，氣血較無啊，較衰啊，就無法度通望見周公。啊，所以即塊話，伊是咧寫感嘆，感嘆。食老無法度去行道，伊咧感嘆講食老真正無路用。有影啊？所以咱應趁少年，趁了人行，趁了行。也会走，咱就赶紧来行，赶紧来走。所以，这个王经理因是啊，哦，我有一日我去因遐先，我讲，会走就走，会行就行，袂行用爬，袂爬哦，用斜用连。啊！我有一日呢，洪生一日呢，甲我讲，无啦，我讲为什么呢？你讲的话我拢甲你记咧，我讲啥话？你甲我记。你讲会走就走，会行就行，袂走用行，哦，啊袂行用爬，啊袂爬用垂，用路的，啊袂路的用换。我讲好啊，讲遐你话你也会记住，我拢甲你记咧，哦。真正世间无啥话讲较紧啊，伊才感觉讲，可以想着讲世间真正无啥话，所以咱一定哦，伫遮一定要有迄个念头，会走就赶紧走，袂走用行咱就行大步，啊袂行袂大步，人咧行，咱慢慢啊对人行，啊拢袂行啦，用爬嘛爱爬长去啊，哦，毋通蹛遮啊，骨头蹛遮，后日是艰苦的咧。袂行就用爬，啊拢袂爬用烂，袂拢袂烂，用传囡仔咧爬就走来，哦用路的，一定来得地。所以上尽办法，道行功，道立德，啊，道行功，道立德啊！毋通我时常咧讲啊，在出世无看啊，死而相手嘛感觉，等后你即口开门来，你要行功立德，我都无。没有办法，不是你的了，不是你的了。人讲钱在银行，啊，先生太太在天堂，有教堂啊。哦，这个人这个代志啊，哦，等下你开空了后，先生就要去娶我，太太就讲要去找一个朋友啊。这足正常的代志呢，伊无孤单，这个社会跟较早无相像啊。哦，即嘛无咧强调手管好啊，或者是官府哦管有好啊，哦，即无咧强调遐物件，哦，这真正代志，所以咱趁钱哦，也搁起迄个妄想，咱就赶紧来做，毋通哦，等后日口开毋来时阵，啊要做已经上晚啊，即摆哦，咱下昼啊，就来读到遮。到时间就我到，啊，咱等住有时间。
道歉一定要听人人对人咧唱歌，是个道中人咧唱道歌，讲叫人海呢，这若无呢，人唱歌有歌念，爱去用别人。你唱个心声啊，愈唱愈歹唱啊，一条唱过一条道歉看册会当用心，会当理性，看册会当心旷神怡，这才是咱人生真正快乐。无啥人快乐，无啥人快乐。你若要落刀，你话拢无啥，所以我讲呢，恳求咱在座诸位前面内底，一定要安尼做。若无安尼做，如果水分哦，讲是真经安尼讲，了解。住在川上湾，时下如水，不暇天涯。咱人生道铁伫过，就是咱要搞啊水呢，你倒安尼呢？伊讲即个话是咧贬第一地主呢？你毋是哦，你毋做哦，就像安怎样？住在川上湾。带个地主去徛顶高仔顶，伊个水甲看，时下如水，不暇天涯。时间咧过，都是每到这咧过，毋做咱嘛是咧甲过一日，要做嘛是过一日。所以人讲一句讲，有修一日是功，无修一日是空，有影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更方便，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贤道公、坤道公，一起第三组向一幺五行3公里，贤道公、在公、三公，感谢讲师慈悲公、坤道公、在公、三公，感谢讲师慈悲公，一起出价向115行3公里，贤道公。在一公，三一公，实价前人一公，实价不前人一公，送价可能是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在一公，三一公，实价前人一公，实价不前人一公，实价可能是一公。完。